我是哈萨克民族人，我叫名字哈勒木别克夏赫曼。我是出生的地方中国新疆阿米霍罗木苏农村人。我从小时候我的项目大部分我向国外出去的项目，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一路一带的最好的正事，抓住这个机会我挣钱，想创业自己的项目。大部分梦想想去哈萨克斯坦，中国人权政策影响很强。我在听讲的时候，每一个50米，每一个100米检测身份证，急死我了，接受不了。我每次做生意带客户，中国的所有的城市带过去，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坐公交车，每次检查我半个小时。我俄罗斯客户、哈萨克斯坦客户过来我见面的时候，他们的面前检查我的身份证。我的客户生气我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说了犯罪什么东西？”我最担心就是这个。我以前带客户全是跑了，因为是每次带客户俄罗斯，我的中国的当地厂家的老板也担心我，不想给我联系，不想给我合作。这是中国的政策影响，这是习近平的政策的影响。以前我在胡锦涛、江泽民的时候，我没那么严的，我没看过。来了习近平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小熊民族，没有人权，没有自由，想拉屎和尿尿，也就是笑话说的。